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你有眼见嘛？5月10号、5月19，咱的喙安就会使拢免挂。新冠肺炎敢会远离我？那么疫苗敢就继续拍？那么也有长病毒闹甲停课500班，6月份会搁再高峰的时行哦。今仔日专家互咱问甲饱。那么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英贤。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前卫生署副署长、台北市仁济病院家医科医师李良庭。病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病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关心到底今麦这个喙安提起来，会讲较健康吗？国内疾管署来宣布，5月19号开始改做建议你来挂，袂搁再强制。啊那英国的药厂 AZ 呢，即马把这个疫苗呢落价，撤回了澳洲的销售权。不过有人质疑讲，是因为副作用，才是疫苗落价真正的原因。疫情转好，目前是敢若剩出入医疗单位爱挂喙安。疾管署评估国内外 WHO 建议甲状况，宣布对5月19开始，医疗单位、一般护理单位、老人护理单位嘛拢袂强制挂喙安，宣告喙安令行入历史。同款要退场的，阁有疫苗进入后疫情时代了后，各种针对变异病毒开发的疫苗愈来愈多。英国 AZ 药厂生产的新版本疫苗 Vaxzevria 剩伤济，药厂就公告要开始回收全球量产的疫苗。不过因为今年2月 AZ 药厂才伫法定文件承认，这款疫苗可能会引起读血甲血小板伤低。3月就申請要回收，嘛互外界質疑疫苗落價敢是甲副作用有關係。We're now convinced of the plausibility and the causality of this rare syndrome of VITT. It is a very serious case. We also have a risk estimate of 1 in 40,000 of vaccinated. This is new knowledge that we didn't have when we took the AstraZeneca in use. 但是 AZ 药厂强调，回收疫苗甲法定文件的内容无关系，时间接近只是巧合。如今 AZ 药厂撤回 Vaxzevria 疫苗伫澳洲的上市许可，按算未来几个月，对英国甲其他已经批准这款疫苗的国家，嘛会提出撤回销售权的申请。新冠疫情4冬外以来，民众渐渐恢复正常生活，喙安、快筛疫苗需求嘛渐渐减少。但是新冠病毒株是毋是有新变化？像国际上新关注的变异株 KP.2， 也是病尾，也是爱特别注意，才会当有效减少对生活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这新闻吼，其实大家心中就开始怀疑讲，毋是讲爱甲病毒共存吗？哦，即摆喙安摕起来应该无问题，但是哪会阁一寡离离扣扣的物件走出来？观众朋友，你来看，这 WHO 哦，2024 5月3号，伊讲吼，即摆在监测中亚一个变异株吼 VUM 啊，这名你免记。你看吼，伊讲吼 KP.2 吼变异株吼，这个物件拢有胃突变啊。这突变吼，小等请专家来甲咱小解一下，什么叫突变吼？但是你来看吼，美国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数量吼，420组上侪，吼啊，刷来拢是欧美啦，啊，甲印度239组。上新的资料显示吼 ，KP.2 吼占全球新冠变异株吼比例是11.4，就开始要流行，美国占1/4。林秘书，我想这病毒本来就是咧变，咱即摆的这新冠病毒，伊本来就是随时咧变，伊是一个无稳定的病毒。咱讲是 RNA 的病毒，吼 ，RNA 病毒就是袂稳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所以你讲这个本来什么？咱较早是JN.1
即摆变做 KP.2，对，这就是伊咧变，这突变多变共款嘛。啊，这是正常，对这个病毒来讲是真正常。因正常，咱就无正常啊。我都这世界就是啊，咱的世界就是安尼啊。咱足侪病毒拢会变来变去，流行感冒嘛是安尼啊。大部分的病毒足侪拢会变来变去。啊，而且到底我讲一句唔较重的，就是会减毒呗，会较袂较。伊事实上哦，病毒一般来讲是传染性愈悬，愈来愈悬，但是毒性愈来愈弱。是安怎病毒会对这个有这个方向咧行？就是讲，伊若讲伤毒，别人若感染拢死了，人若死，病毒嘛做伙死。所以安尼对这个病毒的生存来讲，毋是真好的代志。哈，所以病毒呢，在变化我拢是讲，我的传染性愈来愈强，啊，莫互你死，莫互你死，你就会替伊个传染赞成大家过去拍哦。我是安尼，你若讲高风险的人，我是应该可以拍啦吼。啊，你若讲毋是高风险的人，建议尔啦，不一定讲一定爱拍唔拍啦。吼，当然，咱的卫生部属于上是讲鼓励人去拍啦吼。啊，但是来讲，即个病毒若讲变遮少，大部分人拢无啥要拍啦。我即摆咧门诊咧看，我一礼拜嘛拍无几支即个医用车，无人要做啊。因为大家拢感觉啊，我钓嘛袂安怎，也无安怎啦，小可仔感冒就感冒，伊就歹。有拍？我有拍，我拍到尾我就无拍啊，我已经做5针过啊，做5针过啊，所以这新的你也感觉讲，我来讲啦，我钓的机会足大啦，因为我咧看诊吼，对啊，但你袂使算佫是高风险嘛？我算高风险，我65岁以上，我算高风险。但是你无三高啊。对，但是我有咧运动，我较无什么慢性病来讲，我风险当然风险性较少啦，但是65以上就算高风险。所以你医生，你赞成林秘书免拍哦？无啊，应该是问伊讲你家己有拍哦？我是专门叫去拍3剂的啦。哦，拍3剂。适当前我就讲，这个根本做袂出有效的疫苗，还是讲药物啦，根本无可能，伊是人做的啊。哦，啊，阮是 AIT 的官员走去问我讲，你认为这病毒安怎来？我来讲，第一只是甲美国做的，第二只是甲英国做的，第三只、第四只是甲德国、法国做的。伊只对伊卡网摕4篇文章出来，讲你讲是这4篇，我讲对啊。啊，恁知影，你过来问我，你明知影这是安尼做出来，你搁问我，啊，所以这人造病毒一直变到尾都并无去啊，这根本莫叫烦恼遐啊。就免烦恼。所以林秘书免拍，你家己也免拍呢，这个感觉。系啊，我拍3剂我唔敢拍。我拍5剂，我比较侪2剂咧啊。我想要出国，无拍3剂，唔好出国啊。哦，所以所以医生，你家己认为讲，这个议题其实是大家都免烦恼咯。对啊，对啊。啊，若看这咧，伊即摆目前吼，嘛是有人讲，我比方说太检啊，因为我高风险啊，我慢性病啊，我嘛是爱，即摆咱看吼，这检测的工具吼，还佫有效。另外吼，有证据来显示吼，讲吼传染性悬于 JN.1 啊，但是有互你破病的这比例较低，少，所以较低，这慢慢会佫落去。对，啊以后就大家无症状就袂去。所以咱就免过来讨论这就对啊。吼，重症甲死亡率愈来愈低啦，啊传染性愈来愈悬啦，就是安尼啦。那像讲一般的感冒，咱这世间本来就毋是干那人在活尔，咧足侪病毒、细菌、什么动物、植物。啊，那囡仔咧，超过5、6岁以下咧。即摆较注意的是，小等下要讲迄题目啦。所以刚才我看数据之下一直摇头，你也无赞成讲即摆可以拍吗？我毋是，我看法无啥共款，因为拄好昨日。甲一个感染科的医师哩讲即个问题，伊讲第一件代志，就是大家拢就是讲，即个新冠就无去啊，即马免注意。我甲大家报告一个数字，就是4月就是顶礼拜，咱总共台湾阁有超过200例的重症，死亡超过30个，其中一个加30几岁，吼，所以敢有死亡有，敢有重症有，所以伊毋是讲无代志。第二件代志就是讲，即个感染科医生伊直讲，伊讲伊感觉主要为即摆的数字来比，伊甚至也是比流感搁较严重。所以你免讲伊感觉一般感冒，伊毋是一般感冒。
啊，可是大家拢爱紧张无？大家爱注意，啊，大家免紧张。可是你讲爱注意疫苗无？我感觉两个方面啦，一个方面就是讲吼，咱有当时啊讲这较高危险的，就是年纪较大的65岁以上，也是讲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有脂病啊，吼，有这个肝炎啊，也是讲你免疫有问题的人，你会考虑讲，总讲我也无办法讲，因为即摆大家免拄靠阿妈嘛吼，啊，所以有一寡人想讲，可能咱的少年人伫外口走徛。啊，转去厝诶，可能较无注意，这个病毒就带转去互厝诶老大人。所以总讲你第一个，恁厝无办法做安尼封闭，啊，你嘛想讲我其实是一个社交活动较侪人，我可能会出去公共诶场所，我会较侪人甲我做伙，安尼我可能爱考虑讲，我是毋爱注疫苗。啊，除了疫苗之外，我同重要就是讲，你会知影，第一，咱即摆快筛已经政府5月6号开始。就是讲，咱4500间的这个社区的药局，你用去提免钱的。啊，这发出来用创啊啦，就是讲，你也知影讲，总讲你也是属于这高危险的人，总讲你有小看这无有啥镜头，你用家己睇看卖。总讲你也无注这疫苗，好，你睇看卖。啊，你也阳性。你讲，即马咱全国的药房拢会提供免费的。即摆4500间的社区的药局，咱 CDC 直接呢，甲这咱的快筛放喺遐，啊，大家用去领，吼，啊，你去领了，放喺厝诶，放喺厝安那？放喺厝毋是放喺厝该捡起来呢？是讲，总讲你也感觉讲，有小可镜头啊，试看卖，先来试看卖，因为讲，总讲我也无注疫苗。我可能唔知我互感染，啊，这个高危险的人，你若感染了后，你无办法未赴5天内底来食药啊，你可能就变得较严重。所以第一个代志就是快筛即摆用去，快筛即摆用去药局摕，先摕转来再讲。哦，这个真好的资讯哦。第二代志就是讲，你也知影你是毋是高危险？高危险拢总有17种，17种吼。17种。大家较知影来是讲65岁以上，吼，佮有新的。嘿。也是拄生了6礼拜内底，也是讲拄啊讲你是慢性的腰子病，你有洗腰子，还是你有腰子病？慢性的肝病，总讲你是糖尿病，你有下骨，你要是讲慢性的肺病，也是讲有一个大人可能有一个失智，也是失能，吼，也是我有部分的人，吼，啊 BMI 较大颗，超过30的人，啊，那像迄个心血管疾病的人。甲状腺伊无放喺内底，啊，你也免疫有，因为甲状腺你有免疫的问题，好，你嘛是内底。啊，你已经解分，你讲我有解分的，啊，解分可是你也有点管，那拄啊讲这危险的，讲心血管啥内底，心血管差不多一种无安尼啦，吼，就是讲高血压，可是高血压是伊无解写喺内底，是因为咱政府当阵想讲，哇，啊高血压拢生喺这个，大家拢用起来吼，啊，所以你可以嘛是爱注意，所以你看注意讲，我是毋是这个高危险的人？啊，总我是个这个高危险的人，啊，即摆有小可镜头，啥物镜头呢？因为讲进前咱就讲啊，什物头痛啊、发烧啊，什物有较酷扫啊，即摆连有种啊是偏塌偏啊、杂啊，还是讲我有流鼻水拢有。啊，你老大人吼，较爱注意就是讲伊的镜头较无遐明显。进前阮朋友因爸爸，伊嘛是1个月前才着的哦。伊讲迄当阵就感觉奇怪，伊就是因爸爸失智症，你知哦？因为他讲话吼颠三倒四，啊，家娘嘛无讲就行都无足管的，就个好，就感觉足奇怪，就是想讲应该是失智症，因为迄当阵伊家讲，因爸爸突然家讲，我袂晓食药啊，伊讲你嘛袂晓食药啊，你都家囥的安尼吞落来，所以说根姐啊，你的单位意思就是讲，其实这个物件已经进入咱的生活，咱应该爱甲当做一种日常。啊！这体检的时阵，那个爱做注意。就是知影家己你是不是有危险的这个族群？第二就是危险的镜头是啥？你当时爱睇。第三睇了，赶快去找医生，医生甲你确诊了后，就赶紧食药啊。安尼就是甲伊共存的方法啦。哎，林叔，你亚洲，你先讲。我有第一线的经验，我咧看诊吼，足侪病人来看。目前我看的吼，流行感冒，互我体检阳性的人吼，一般拢。比咧新冠病毒感染人较厉害。如果我第一线行，当然以病院来讲，伊拢大医病人嘛。伊症状比新冠人较我看，是我第一线诊所来看，当然伫病院迄个主治医师看，因为拢大医迄种严重，才会送去病院，所以伊看到拢足严重的，无毋对啦。我先来讲吼，我毋是讲吼，大家人拢卖注疫苗啦吼。
因为我来安尼讲吼，迄个即个 CDC 啊，可能会看到会甲你一啉咖啡啊。我更加过我嘛，我麻烦。我来讲吼，高风险的应该爱去做。我强调这点哦。啊，你若讲唔是高风险的人，建议啦，我讲建议安尼去做啦。啊，但是你讲迄个快胎的迄个试验者吼，我讲是，伫药局啊未得免费咧分互病人进前，阮诊所就咧分互病人啊啦。但是差伫啥物所在？差伫吼。迄个政府无俾互阮钱啦，啊，药局就俾互因钱啦。我感觉这足无公平的代志。今仔阮做一医生来反对这个代志。你咪说迄是你较有心嘛？不，阮诊所替分偌久啊呢？啊，我要分互别人。分偌久啊？分足久啊啦，免费拢卫生局拢送来阮诊所，叫阮免费甲分啊。啊，即马药局要分就互伊1200块，阮拢无拨线啦。啊，阮咧分互别人，我讲。安尼你有牙手有听到啊？啊，别人你看别人做者咯。我不爱，我存足济啊！我不爱。啊，我来叫伊验就无啊，我验咧，我验咧到咧，我验咧到时我影响我工作啥？啊，我就轻足镜头足轻咧，我何必得验？足济伊个即个病人有即个观念伫的啦吼。所以我咧想是安尼啦，你真正是高风险的人，我建议你爱是做啦吼，因为你毋知当时传染了，包括喙炎嘛，尤其处理有时大人啦吼，包括喙炎嘛共款，你高风险的人，你做你挂喙炎无用，政府毋是讲叫你莫挂喙炎哦，政府是讲你会当毋免挂喙炎哦，这观念无共款哦，毋免挂喙炎甲袂使挂喙炎是无共款哦，你若高风险的人，你做你挂喙炎，无人会讲你安怎，啊你若破病人，你个应该爱挂喙炎，因为实在讲吼。就阮上班的场所，嘛是有同仁，嘛是咧挂喙炎哦，自头到尾拢挂喙炎，已经变做习惯变自然啦吼。但即我来问院长吼，即卖即个疫苗吼，伊讲爱讲对抗着即个重症，吼接种上新的XBB 疫苗，啊，佫会当辨识 JN.1 即个变异株吼的抗体，所以已经有核准的即个药物吼。Paxlovid 已经还佫有效啦，啊，院长，所以你爱是讲，若需要的人拍，还是讲其实免啦？我假是林理事长讲的共款啦。哈，你若讲真正你是迄个高风险的吼，你想要做，我是感觉可以啦。啊，但是我袂建议人你可去做啦。我袂安主动去建议人安尼做啦。是。因为你看即摆迄 AZ 用行到要比出来。所以啊，即有人就是讲，啊，你看，即个 AZ，各有讲1万人内4万人内面有一个会去迄个 stroke。对啊。啊，这咱都毋知影讲，即个疫苗到底后手会发生啥物代志呢？尤其迄个 mRNA 即种物件，所以你会认为咧？即摆来讲。咱迄当时咧疫情的期间，咱定来讲就是讲爱利大于弊。是讲即摆，为什么就紧拍啊？即摆就是疫情来真严重，咱即摆知影讲，伊可能是一个真新的，咱互伊紧急通过来使用即个疫苗。啊，可是知影讲，通少呢，因减少这重症啊死亡啊，所以咱迄当阵这是一个方法。啊，现在伊即摆讲，咱家己收起来，因为进前真济嘛是紧急使用嘛。啊，即摆嘛是剩真济嘛，啊，人有个第二代疫苗已经出来啊嘛，所以收转去嘛。啊，你讲即个有血隔即个代志，咱进前敢毋知？其实进前咧通报的时阵就咧讲过啊，就讲过讲，感觉看到你做即个 AZ 疫苗，有一寡人感觉会产生血隔的风险嘛。所以当阵其实咱嘛是知，只是讲伊可能无遐尼明显的报告来讲啊，确实伊的风险率是偌济。哎，你迄当阵你就走有传说嘛？啊，你讲即马咱爱做哦，共款拄就是讲，你爱评估家己，我有办法去咱台湾人有人先讲，你甲我讲嘛，医生你甲我讲爱做啊，莫做嘛。其实健康是你家己的代志，啊，就感觉讲风险的评估，家己我因为无人知影你的工作，你做头路，你的环境是啥？啊，恁厝的人伫外口是会拄着啥物款的人，所以我嘛毋知影讲你即个风险是悬还是低，所以咱家己爱考虑讲，我怎也无爱做，我无爱做，我用家己来知影讲我有问题，我互感染着的时阵我知无？啊，我知影什么时阵爱去看病医生无？这我知嘛？我讲这是每一个人爱家己考虑啦。自我意识来，
自我的健康的保护意识。啊，我澄清一个所在，对我多一个所在讲了无听到，以前是讲比感冒较严重啦，就是有人讲，就感觉一般的感冒，伊毋是一般的感冒，你爱先知，因为之前有一个人就甲我讲啊，有差无？伊讲。伊嘛是拄着迄个讲，伊三档我拢无着吼，嘛是讲款今年着，你知道？啊，今年话着伊讲，都伊家己少年的先话着嘛，到后壁厝的老的嘛话着。啊，话着了后呢，老的因为是高风险族群啊，去看病医生，因为伊会烦恼讲，哦，这爸爸遮尔老吼，啊着毋知安那，就去看医生。啊，医生就是看着，哦，遮尔老啊，赶快互伊药啊，你少年人应该无代志。叫伊讲，我少年人伊嘛是瘦到要死啊，系啊，因为伊嘛是瘦到要死啊，瘦到无法上班啊。这无咧经会数的啦。系啊，所以每一个人，阮嘛毋知你平常时对这个病毒你的反应会是安那，所以咱家己爱想讲，总讲有这个选择，政府嘛互你啊。啊，你家己是毋是应该决心讲啊？我要家赌一下无？所以吼，健康意识爱将来要家己手中啦吼。咱即摆吼要连线吼来即个线顶，咱的即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吼周彦宏周研究员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是。来宾朋友好。是。周老师吼，我甲你请教吼，咱头拄咧讲即个。疫苗吼，在你的观点来看吼，即摆这个疫苗第一个有效啊无效，第二个是应该爱做啊无做。阮这三个吼，咱三个来宾拢讲吼，个人你若是高风险，你来去做；啊，你若其他你无高风险，你家己爱自我意识，你家己做注意。啊，你的意見呢？哦，我的意見吼，其實甲三個甲另外來賓吼，就專家吼，其實大同小異啦吼。我真的是同款，即摆疫苗是有效的，因为即摆疫苗是所谓 XBB 嘛吼，伊即摆对目前流行的不管是 JN 还是 BA.2.86这拢有效，也是即摆新的吼 KP.2 吼，其实拢有效。啊，即摆问题嘛是为着回到一个问题，高风险的族群的人是不是爱拍疫苗？啊，我建议是爱拍啦，哦，因为。高风险的意思就是伊的身体健康不是正常人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家己爱拍啦。啊，除此之外，你若咱的一般的健康的人吼，啊已经进前拢有拍过疫苗的人，我是嘛无建议爱搁拍啦。伊家己的免疫的反应吼，能力就够啊。所以你只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就会使啊。哦，这是我的建议啦。哦，所以有做过会使考虑讲免搁拍的意思。是。啊，但是若是讲，譬如讲我厝里有4大人，4大人家己去拍，但是我嘛惊讲我会去外口去挖着阮4大人，所以我应该爱拍无拍。所以即摆毋是少年的，还是健康的人吼，我是建议免拍，主要也是你若老大人者，你就爱叫老大人去拍，还是老大人家己有免疫力才上重要的。哦，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像他拄仔吼新闻大内面有讲到，这个 AZ 的这疫苗啊，讲会产生了血角啊，哦，会去踢到这个血管啊。啊，即马慢慢啊，这个疫苗拢产生了一个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咱应该安怎来看待这个疫苗咧？哦，即马因为吼，就敢若头仔专家有讲过吼，在紧急的状况时阵，咱互 EUA 吼，迄是万不利的代志啦。啊，大家即马因为大家拢有拍过 AZ， 啊，搁有拍 mRNA 啊，其实咱体内拢有或多或少的所谓的免疫的抵抗力啊，拢有伫啊。所以即马你来回过头来看 AZ 疫苗，的确伊有伊的迄种缺点，伊的缺点就是肺角的产生。但是目前即摆有拍过的人，经过遮久啊，吼 ，AZ 拍到即摆上少嘛要2年当啊，咱体内免疫反应拢回到正常啊啦。所以呢，其实拢阮都免搁紧张讲，若搁拍新的疫苗，是不是搁会血角嘅产生出来？哦，我是认为这是无可能嘅代志，因为咱免疫系统又回到平衡啊啦。哦。但是呢，对咱科学家来讲，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所以你家己爱搁做研究，甲伊的问题，这副作用爱基准爱有了解，想办法去克服，甲伊
缺点给降低啦，这是爱做的代志。是。啊，若是吼，即马因为咱为这疾管署讲5月19，大家喙炎会使提起来，尤其是医疗院所吼，即马会当免强制。啊，这对着咱这个医疗体系有这个冲击无？还是讲其实已经差不多不要紧安尼？哦，我的建议其实吼，会使入去种医疗院所吼，会使大就是大啦。政府当然嘛希望讲，伊即摆危险的状况吼，危机的处理应降落来啊，免得无遐严重啊。但是对民众来讲吼，你家己你会去医疗院所，你无是你去看病嘛，哈，无你就是要去做探病嘛，对不？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家己无炸喙炎，嘛是怪怪啦。所以以咱即摆已经建立起来的防疫体系哦，喙炎这代志吼，我个人认为。上好会使大还是大条，哦，这是为着家己，还是对别人，系啊，是都是较好的。啊嘛，变做即马大家变做这种社交礼貌啦，吼，咧办公室啦、开会人较侪时阵，喙炎就有当时自觉就惊讲，有当时是喙臭，就是喙炎就提起来安尼。是无错，变做这种礼貌啊，尤其吼，像阮囝迄邮件吼，哇，老师嘛是叫你啊挂条条呢。因为伊感觉讲，但是咱有一种家长有一种迷思啦吼，也去在做三位当，就是讲囡仔咱细汉时阵拢是像阮阿嬷咯，啊，这传出去的吼，啊，这会较勇、较壮、较勇壮啦。安尼这种观念到底对啊唔对啊？周老师，这个对，一半，我是讲一半。我讲者，其实吼对囡仔吼，尤其是咱。5岁以下的囡仔，5岁啦，所以当时幼稚园的时阵吼，伊的免疫系统还未发展完全哦。所以迄个时阵，喙炎啦，还是一寡防疫的措施哦，一定要做较到。伊都毋是正常人，毋是正常人啊，毋是，伊也未免疫还未完全啊。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吼，其实吼是爱叫做教育的，爱有病毒。细菌的做教育，伊再慢慢的免疫，再愈来愈好。好，你看爱看有淡薄冲突对无？所以即摆我来讲，就是讲，一半对就是讲，咱的免疫系统其实一定要有拖过，咱家己体内才有所谓的抗体反应、免疫反应来对抗以后的感染，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免疫系统爱环境的形状，先决条件下。所以我即摆来讲，就是讲，你即摆是个小囡仔的时阵吼，在青少年、幼儿的时阵吼，咱爱注意，家长爱注意伊的免疫反应，甲要咱防护的措施，这咱一定爱做。所以该做还是爱做就对啊啦。爱做，但是较大了，比如说应该高中啊、高中啊，迄时阵是，你会使互伊去算，互伊慢慢去。一寡哦感冒啦，小块一寡过敏啦，什么病毒感染，会使迄阵会使放开互伊，慢慢去刺激的免疫反应，这是一定要安尼做的。周老师，趁这个时阵吼，我来甲你请教吼，这个即马长病毒吼，即马讲6月份佫甲进入高峰啦，但是即马已经是近10年吼，当期的新高，全国的校园已经停了几百班了呢。啊，即摆即个长病毒，即个人讲是免疫负债所造成的。啊，即摆到底这是啥物情形？你会当解剖咱听？OK， 好。其实讲吼，咱的肠病毒吼，就是一直咧传染。正经吼，我讲以前还未再有 COVID 时阵吼，就是一直逐年都有咧传染，病人少侪尔。所以咱的我回答我刚刚讲的问题，免疫的刺激吼一直有咧存在。但是呢，咱这3年来，喙炎到条条，所以咱的免疫的刺激其实无够，所以你在即摆看到人，即摆最近开始有蠢欲动的肠病毒的疫情的爆发，无毋对。所以即摆吼，咱讲免疫负债会使安尼讲啦，但是较重要是讲吼，因为咱的免疫系统本来就爱抵受外界刺激时阵，咱无做到，所以伊即摆才有即个反映出来，即个流行，这是无法度避免的，但是呢。免紧张的时阵是讲，
因为肠病毒即摆吼会产生重大的危害吼，大部分拢是5、6岁以下囡仔有较严重的病情，所以呢，咱成年人呢，其实呢，即使有肠病毒感染吼，伊的症状拢较轻微啦。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开始注意啊。所以呢，咱的小孩子的部分呢，就要爱，伊是属于顺口传染一环。所以爱注意的也卫生的保温，幼稚园的清洁状况，防疫措施这种爱做较搞。所以这包括回到问题，喙安敢爱该提起来，袂使提起来，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因为咱即马疫苗有影有啊，但是伊敢针对所谓的肠病毒71型的有效，但是对即马咧流行的是克沙奇 A 型的，包括 K 型 A10、A6这块，咱肠病毒即摆71型的疫苗是无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在也无讲正确疫苗在完全防治的状况之下，囡仔尤其5、6岁囡仔，特别爱注意这是我的建议啦。所以大家免惊吓，这是免疫负债啊，但是即马会当来控制啊，紧来找医生来看。老师，你小等别线顶吼，小等一下，我予现场的来宾吼来请教一下吼。林秘书，我吼感觉吼上困扰的就是好囡仔2个着病，就拢关起来，家长就讲即马害啊，毋知要塞去倒位吼。看伊咧流鼻，就讲这到底是啥物？但是吼去到病院吼，病院就病毒啦。我甲阮太太问讲，啥物是病毒？病毒是啥物？伊讲医生就讲病毒啊。我讲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的伤风感冒，还是啥物病毒？伊嘛无讲。你哪拢无问？但是我若去问吼，嘛是安尼甲我讲。到底是啥物？病毒遐济种，有当时一般的感冒病毒，咱嘛无咧讲你对种的病毒会胎啊，袂胎拢免。唔免啦，你哪有迄个时间咧？无代无志要甲体检要创啥啦？我错怪啊！迄是严重的病，咱才有咧体检。水某歹势吼，我甲你错怪。若小一般的病，咱哪有咧关系啦？那个你讲你迄鼻啊，种叫鼻病毒、鼻病毒，遐济种，咱搞你讲你对种对象讲对象什么？安尼转来到这长病毒，即摆有遮济款。讲即摆流行，佫毋是咱注射疫苗迄款。好啦，我讲吼，咱这世间哦，你若要甲一寡病毒啦、霾菌啦，逐项拢这个算在啦，算袂了啦。我甲你讲算袂了啦，所以咱是严重的病，咱会发展这个疫苗出来。若无严重的病，一般人无要做这疫苗出来，做出来嘛不然要做啦。我得着较紧，哪像咱咧讲迄个啦，咱咧讲新冠病毒就是共款的这个意思嘛。我若得着无严重，我是安怎爱做这用下？所以慢慢无必要嘛，无必要啦，就变做无必要啊。所以咱注意用下爱考虑一项代志，第一就是效果的问题，第二项就是副作用的问题。你效果爱好，副作用爱少，这个用下发展一般，你看咱所有用下拢是严重的病，靠做用下出来，无严重的病，你甲咱讲吼。咱一般真惊的71型，对，即摆拢较无，但即摆是 A 型的克沙奇，这症状有啥物差别咧？好啦，我讲，你对镜头来看，你看而且是你直接甲我讲，你要管迄症状啦，安尼就杀来就对啊。长病毒71型吼，是较严重的病毒。长病毒内面算较严重的杀手型，对，杀手讲话。咱就咱一群人咧，有人较温和，有人较毒。意思长病毒71型是较毒，所以才有发展出疫苗出来。这长病毒内面的桂林嘛。长病毒伊出名当时开始出名，伫1998年较开始出名，伫台湾较开始出名。正常无人咧管，但是1998年迄阵，咱台湾78个囡仔死亡。有几百个因为脑炎发生重症，即摆咧拍带，头壳袂清楚，为可能一寡心脏拢歹。对，1998年，迄阵是真严重啦。但是你若讲克沙奇 A， 这一般来讲，我袂当讲完全拢无代志哦，但是一般较袂遐严重啦。你若对一般的外表来看，比如讲伊敢喙破啦、手骹啦，有一寡水泡来看，讲我就讲知影你啥物型，无法度啦。
镜头你加对表面的镜头，你无爱就讲伊对中性的，就是安尼讲你爱注医用下就是安尼。长辈都71型，这2年来台湾开始有疫苗出来，这个疫苗效果真好，差不多你若有注都袂得，有遮好的效果伫。所以我建议讲，6岁以下囡仔吼，尽量爱注长病毒71型的疫苗啦。啊，当然这个疫苗目前是自费的啦，有较贵一点嘛啦，一剂不拢是4300块左右啦。啊，政府无补助啦，所以这是对民众来讲是当负担较大。但是你秘书找你办无拍折就对啊。注意用下是上好预防咱的病的上好的办法，唔通讲我得病较来治疗。有当时无药通医就会变足济啦，吼。是，医长，我看吼，你看咱这个图表啦，顶头吼，疱疹性吼，这个脑炎啦吼，啊，手足口病啦吼，还有这个心肌炎啦，还有心包炎啦，啊，这拢无共款。咱理解这个敢有意思吗？还是讲有？迄个医生去烦恼就好啦。哦，医生烦恼，但是咱一般人莫去烦恼迄。伊看人辛苦病痛就紧塞互你安尼。对，嘿。但是这治疗上敢有咱爱注意的物件伫个？一般人无伊讲较歹来讲，无特效药啊啦，当病当无特效药啊啦。哦，拢完全是咧看讲有咧其他的后遗症吼，还是有并发症安尼来处理啦。啊，无迄话你若讲，一般来找医生，医生要讲，这个还好吼，要袂遐尼紧张，倒无要紧。但是来看你咧烧2-3天拢袂退，39度袂退，还是讲咧喘，还是讲迄个骹手迄种叽迄种个吼，还是出点出来，还是迄落。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不管你是 A 型，还是 B 型，还是这个71型的，来到恁遮，恁互伊的药啊，拢差不多正宗治疗，可以稳定安尼，这个意思吗？一般来讲，理事长是一斤大概看了几百个啦。我小儿科的啦，伊这种囡仔的病较济啦吼。当病毒确实是无特效药，但是。一般我若看到一个当病毒的人，我诊断出来，我会分一条宣传单互伊。这条宣传单内面有写讲，哦，你爱注意啥物代志？特别爱注意的一件代志，就讲你有当时是毋是发展变做动症？啊，若变做动症有啥物代志？比如你困，突然间心肝喘一下，吼，啊，你看伊精神怪怪，眼神怪怪，安尼究竟共款？啊，烧袂退烧，一般当病毒真少超过3天会烧。你若超过3天，搁咧烧，爱注意啦吼。啊，你人咧囡仔怪，啊，敢若喙唇啊较白啦，甚至讲安尼人安尼敢若无血色，都无啥血色，吼无要食，困袂好势安尼，啊身体安喘来喘去，你爱赶紧去病院。嘛毋是讲完全无药通医啦，动静来讲有哪病院会甲伊注一种，迄个较量较济叫做免疫球蛋白啦，免疫球蛋白这个是啊，有当时有迄个效果啊。当然，另外一个说，你若发生这个呼吸发生问题、心脏发生问题迄阵，伊安尼该先该急救，下倒迄个加护病房先该急救一下。啊，你当然你咧急救这个，互你肺甲心脏维持好势，伫时阵你身躯会发展出你的抗体出来，你会甲这当病毒消灭掉嘛？啊，消灭了，你的一寡迄个。这镜头就慢慢好个，但是你喺度过迄个严重迄个时阵嘛，所以病院嘛是有伊的角色伫个啦，毋是讲完全拢无药通医啦。啊，但是无特效药是无毋对，毋是像咱譬如讲咱即摆流行感冒，咱有叫做什么克流感啦，哈。啊，即摆你迄个咱讲迄个新冠肺炎，咱有叫做什么贝拉维啦、莫拉皮拉维啦，这是有药，吼。啊，但是当病毒目前无这特效药是无毋对啦，吼。但是咱嘛是当该治疗，有方法该治疗啦，无特效药毋是讲袂当治疗啦。哈，但是我要请问吼，苏经济，咱来看吼，一般人对着这长病毒的认识吼，敢若讲惨，才停课啊，吼，紧送来病院啦，吼，其实吼有真侪物件吼，咱大家都无了解呢。譬如讲长病毒吼，毋是囡仔专属的，吼，嘛毋那是。出这个红片，吼，讲敢若会当食冰呢？
哦，啊，讲安尼，带手烟落啊，讲去上课，我就会记得讲迄漂白水落来拭啊，到处落来用啊，消毒啊，啊，会当用酒精来预防吗？啊，一定会食歹腹肚会吐吗？这你甲咱整理者，到底这应该安怎来？比如讲爱记，还是讲摕林秘书这条带来对安尼就好啊？嘿，第一个就是讲吼。以前啊，阮听到肠病毒啊，就想讲一定是落吐瀉无，无伊啥叫做肠病毒。到后仔毋知影，毋是呢，其实毋是啦。咱发现讲肠病毒，即摆你常定定看到就是你红撇甲迄个水泡嘛。吼，所以有当时爱注意看有出来。啊，可是有当时啊，迄水泡甲红撇出来进前，伊是先烧呢。所以有诶爸爸妈妈是讲，即摆到底是啥毛病？啊，到底烧啊烧，爱去互医生看。哦，事实讲伊若烧一工啊，行啊烧，啊，佫有真悬，啊，去医生看到底是啥物回事嘛，才能了解嘛。啊，第二，毋通叫是家囡仔，有当时大人嘛是会。有一个，有一个是讲，医生就讲，其实迄个大人嘛是，因为大人的镜头有当时无遐明显，无遐严重。可是你有感觉讲，规时是规厝拢喂着，你知哦？啊，有当时反正是大人顾即个囡仔，啊，再喂互迄个囡仔嘛有可能，所以毋是讲囡仔有，大人家己嘛要注意。啊，第三就是拄我讲的，有人讲我即摆拢有干洗手啊，啊，其实毋是咧，因为干洗手对伊嘛无效啊。干洗手对伊无效，因为干洗手就是酒精嘛，啊，酒精对伊其实无效，所以进前才讲啊，为着即个肠病毒啊，啊，老师还是啥，即摆囡仔人啊，恁放学转去啊，老师可能也是讲哎，迄漂白水爱稀释了后啊，迄课桌椅爱拭才有可能。啊，有当时其实吼，这对爸爸妈妈来讲是真讨厌的，真麻烦的。真麻烦的讲哦，两个人吼，即摆伊也会着。啊，即摆就爱停吧。啊，有诶所在，有诶县市感觉无共款。因为我之前咧听遐爸爸妈妈咧讨论讲吼，毋是每一个县市拢一定爱两个就伊就是停课。有诶是讲吼，咱要来送去安亲班，安亲班。你即个是安怎要送来？我长辈都毋通来，啊，你煞无位啊。煞无位啊，所以爸爸妈妈真困扰，因为我无办法，一定拢会用请假，而且是即两个，好，即两个过去，又搁另外两个。啊，是两个过去，我另外两个啊，当时用去上课，所以即马同困扰的是这啦。啊，可是爱互大家一个想法啦，就是讲，之前甚至有诶家长就讲，啊，迄无一定爱听课啊，喙暗大就去上课就好啊，有敢袂遮严重？敢袂使呢？一感觉毋免一学期拢咧听课，是啊，当时要去上课，要学啥物？嘿，要学啥物？我讲这意思会甲大家讲者，因为有诶家长这样讲，迄免听课，我大喙暗记就使，敢袂使啊？大家啊喷喷啊，嘿，我甲伊讲，啊，伊就好啊，你好，老师你互伊收，互伊去啦，互伊去。即摆规定是安尼啦，一班内面两个，一礼拜内面有两个爱停班，一个校有3个，规个校拢停课，所以真严格啦。啊，当然有一段时间有一寡卫生局讲啊免啦，无要紧啦，遐轻，大家拢遐轻免啦。啊，当然人讲肠病毒70以上咧流行阵袂使，以前来较严格。哦，因为毋是桂林嘛，对。啊，我讲这讲大人的代志，即个你看这吼。这个人几岁你敢知影？40几岁你看伊挂手表，你有看无？40几岁，但是伊手骹拢安尼，一个水泡安尼红点足侪大堆。吼，啊，但这是特例啦，伊毋是讲真罕见啦。大部分的大人若得了肠病毒，拢安尼，感觉甜，头痛安尼，要烧啊甜，那感冒安就过去啊。但是有一寡的人可能细汉伤。敢若像较清洁吼，较无咧，较卫生较好，无会着，可能因若得着买安尼哦。哦，所以即个人就是40几岁啊哦，这是我看过足大汉的，上大汉的40几岁啊，佮遐明显的，较明显的，佮遮明显手骹喙拢破，因为伊囡仔得，伊就做伙得啊。哦，啊大部分当大人小可感冒安尼，那就感冒安尼过去，啊囡仔较特别，囡仔拢会表现的迄个较明显啦。是啊，一定。其实吼，阮细汉时，阮都毋捌听过啥物肠病毒啊。啊，这是因为即个大家吼医学的知识愈来愈悬，所以会当辨识讲啊，你即个肠病毒，你即个毋是落屎，你即毋是安怎，还是讲这医学搁较进步了，搁会当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啊？呢？我细汉时毋捌着过啦。听课是我害的啦。25年前，我伫台北县卫生局做局长迄阵啊，我甲苏馆长建议的。一校内底一班内底有2个以上发烧，而且个医生诊断讲疑似肠病毒，那就要停班。啊，一个校内底有2班以上有这个情形，爱停校。
啊，后来卫生署才用我的方法来全国来实施，这是我承认。这我害。你敢有做对啊？做唔对？对，因为我去接卫生局局长进前，每年拢有囡仔来不管的囡仔，因为长病毒死去。哦，哎呦！啊，所以我用我努力去，自迄阵开始就无啊。所以较麻烦会使啦吼。啊，第二我是我种强调就是我叫，反正我毋是咧替讲麦当劳广告吼，我再拜托麦当劳讲，囡仔袂晓洗手，你来教我教安尼洗手，啊，阮教无效，啊，你迄麦当劳叔叔爬去你289个校去教安尼洗手，吼，什么冲碰擦，迄就是麦当劳叔叔教的吼。然后每一个学生啊，转去啊，联络簿啊，顶面写爸爸妈妈，你有看到安那洗手无？啊，囡仔爱教爸爸妈妈安那洗手，真侪长病毒是大人传落囡仔，毋是干那囡仔传落囡仔尔。啊，囡仔因为大人无什么镜头啊，啊，你传落囡仔你毋知影啊，所以啊，大人先会晓洗手，再来教囡仔洗手了，啊，就有影。系啊，是，我吼即马要请教线顶咱的周老师，歹势，互你等下即句吼。咱头咧讲即个肠病毒吼，到底即个肠病毒吼是会致病的即个机制在哪里吼？甲一般即个落屎有啥物无共款啊？哦，其实吼，咱即摆是讲肠病毒，其实伊袂使讲肠病毒啦，伊真正是属于吼小儿麻痹的病毒啦。哦，伊是两个是要共款的，只是不同属的名，迄种，就是因为。伊多开始发展时阵会落屎什么时阵？迄阵会命名，根据伊的疾病病发的时阵所以命名叫做肠病毒啦。啊，其实伊是准备成小儿病毒，我先爱甲你讲一个。哦，所以这是算敢若小儿麻痹的即个亲情就对啊。嘿，对，小儿麻痹病毒是较做伙的哦。所以即马再来，我即马再来讲伊的基准是安怎啦。其实肠病毒伊就是。透过飞沫、唾液拢会使感染嘛，但是伊感染头一个问题伊会走去咱的肌肉、咱的神经组织的肌肉，所以开始脚会麻、手会麻。啊，过来伊的周边也咱的叫做血液血液安尼直直走，所以开始有斑点会出来。咱的红斑的斑点啊，最怕啊，啥拢会出来。迄就代表啥物事啊？病毒在咧聚集啊啦。啊，聚集的结果就是迄水泡流汤嘛，手若摸着，啊，你若搁去摸迄物体啊，你的书啦，还是你的笔啊，还是你的刀啊，别人搁摸着时，啊，伊若手无去洗时阵，伊去握着，握着啊就对啊，主要就是安尼，这即摆伊的感染的，即摆目前知影的情形。第二个就是讲，因为肠病毒若较严重的时阵拢有所谓的神经的症状，包括脑炎，所以即摆咱要较注意的是按脑炎这方面的防治，就是讲我一旦有这个肠病毒出来时阵是不是会发展到重症？啊这脑炎会出来未？这就是变做医生即摆伊会爱去注意的所在，病院爱去注意的所在啦。咱来了解这时再过来回头来再来看，所以肠病毒。即马为什么卫生的政策会遮严？嘛是因为伊即马伊的后遗症就是脑炎的后遗症较严重，所以即马就是这造成咱即马会个卫生的政策遮严重、遮严的时阵啊，所以爱注意的就是讲，即马若有疫苗爱拍就无去拍，较国个就去拍就是安尼，去防治这些都上重要啦。是，周老师，上尾一个问题甲你请教即马即个肠病毒因为敢若71型有即个疫苗嘛，是。啊，目前其他的，譬如讲沙克奇啦，这抑阁无嘛啊，这染着了后，看起来是较无杀手级啦但是嘛会致病去到脑炎，是这个意思吗？即摆就开始来讲啊以重症的观念来讲71型是杀手无毋对，但是毋是讲克沙奇的。都无重症伊无重症这是伊的重症的比例较少，较少，但是伊嘛是有重症嘛是有脑炎的时阵产生所以即摆咱要讲的是讲，因为71型因为常常大流行的时阵咱的重症的比例足悬的无毋对，
但是克沙奇大部分拢是轻症，但是你即摆个身体，这囡仔还是这大人，伊若是有特别的疾病，家己唔知影时阵，伊就是有机会变成重症，脑炎的发生，这是爱注意的。所以即摆我即摆科学家即摆咧注意哦，学界即摆咧注意就是讲，无咱即摆是要做克沙奇以外吼，所谓的广效型的疫苗啦。所以即摆是嘛，阮即摆咧努力的方向啦。就是讲上好一针会当预防4、5种安尼啦。嘿，就敢若咱即个流感的疫苗共款安尼啦。但是呢，搁一个，除了洗手以外你认为咱囡仔班因为你要叫囡仔班安尼定下去洗手其实是我尤其咧4、5岁以下的真困难的，大家互相压来压去搁有啥物其他的方式？生活当中有通建议这家长无？好，我即摆来讲，食饭时阵是不是爱洗手？爱洗就该洗，这是卫生习惯先该做的好。第二项个餐具，即摆咧幼稚园啊，什么餐具爱家己一个家己爱用，卖互别人，卖借互别人用。这第2点。第3点，饮水系统，因为即摆透过水嘛是有可能检验到，就互相安尼围来围去对，所以水的系统咱哋包括幼稚园啦、学校啦时阵水的纯化系统爱定期检查。第4，咱的放屎啊、放尿的所在为了厕所该定期消毒、该清洁，一定要去做。有即个粪过水，这有可能，你唔知囡仔拢会耍，你知哦？有时黑白安尼过来过去安尼啊，黑不可能对，那就对啊。所以这个方面所以囡仔部分咱的所谓机构的部分包括学校什么，这种卫生禁忌都要做得较好。好，感谢周老师，谢谢。出来上尾时间要请这个苏经理我整理一下，头伊讲洗手啦饭前洗手，另外啉水的系统要注意。第3，你这个个人的这个餐具要注意唔通借来借去，你一喙我一喙，感情拢袂顺搁有其他你来便所爱清气溜溜啊。但是除了这，咱家长咱自己嘛会喂互囡仔呢。其实咱大人卫生习惯嘛无介好咧。是啊，所以拄啊，毋是咱院长咧讲，迄当阵是教洗手，搁爱囡仔人去教因爸爸妈妈安那洗。不只是长病毒，我拄啊讲，咱新冠嘛是共款，真正是咱中即站的人咱出去外口做头路，咱出去外口食饭，甲人社交转来呢，无小心喂互细汉囡仔，还是喂互大汉。老的都较济因为咱走来走去啊，咱其实较有机会去撞到这个病毒所以咱家己爱注意，毋是讲我感觉有当时即摆讲咱中即站的人，咱叫做扁可颂族嘛，就是讲以前是三明治，即摆扁可颂啊，咱从三方压力压下去，扁可颂族就爱注意，就讲你照顾家己。家己照顾了好，你才能照顾老的，才能照顾细。共款，咱家己的清洁有做了好，你洗手有做了好无？你即马出去了后，你即马这个代志有讲，你家己的健康嘛要注意。你有当时是讲，囡仔一直做，大人一直做，袂记你家己。所以有当时为你家己开始，照顾家己开始，来照顾囡仔，来照顾大人，安尼才会全面性的安尼同好的，规家伙拢健康。我这是第一个，大家爱注意的。第二个是拄我讲，虽然讲即马疫苗，不论是讲咱即摆长病毒的起义性，大家讲即摆毋是起义性的免治，对毋对？还是讲你讲迄拄啊，迄新冠即摆感觉无代志啊，免治。就讲疫苗每一个有无共款的目的。咱起义是讲，咱希望着袂重症，因为即个起义性对有可能重症机会悬。虽然伊真少，今年可能无一定有，咱哪知伊袂来，对毋对？所以还是爱做。第二拄啊，新冠嘛共款，总你是高危险的人，你莫讲我来去赌一下，看无一定我无代志你爱家己了解家己的风险。我感觉安尼是较重顾家己的健康，安尼是较健康。健康的自我意识啦所以要请教院长啦，即囡仔的关节来创这日后要拍迄个物件，因为我譬如讲我去即个林医师的诊所顶头有打种你著爱拍即个
白喉啦，吼，白喉啦，白字扫啦，啥个拢爱拍。哇，这大项做落去，会小拍电吗？还是讲，互医生最注意，咱就是规个人交互伊安尼就使啊嘛？就这个我承认讲，一定要互医生来解做建议啦，因为咱通常吼，你上最是干来去 Google 去查下，对啊，遐是毋是咧？啊，迄不一定是正确哦。迄有的人是，这就是我要爱答案咯。真侪人咯，我 Google 咯讲，我都爱拍。我较早咧做医生时，大学迄阵，我拢看到迄册，我着啥病着啥病，我想讲看爱惊。去看医生，互医生甲骂倒来。我这小可代志咧，想东想西想到对遐去，所以这病哦，足一种哦，男做伙来啊，外观你看袂出来，你唔能讲我有真正来一定什么病，无遐简单。哪咧我就免做医生啊啦。